我單方面宣布，呢個就係珠海嘅天花板海景房啦，30萬拎包入住海景大平層啦。你睇樓下就係珠海香洲嘅情侶樓啦，無邊際嘅海景遠眺港珠澳大橋啊，可以見到客廳開間，哇塞4米闊啊，咁靚仔嘅大平層，你喜唔喜歡啊？中間200萬獨門獨戶嚇，6人位嘅餐台。廚房4件套電器，仲有中央空調送俾你嘅4房3房朝南向睇海景，非常哇塞！樓下就有商業街啦，非常之成熟。樓下就有萬佳超市啦。哇！主人房同樣都係咁靚嘅海景啦，你喜唔喜歡呢？小區有齊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會客室，5分鐘去到香洲嘅主城區，20分鐘分別可以去到三和會員店、華發商都、環宇城等等嘅一啲商業配套啦，再次感受下咁靚嘅景觀先，你有冇心動呢？